再来看这家己的阮剧团，伊创团20几年来是自心用台语来扮演台湾的故事。今年这剧团是来到台北，推出策音风暴剧场计划，用4出戏来呈现对故乡、对土地的感情。这文化部嘛鼓励学生用文化币来到剧场看戏。伊甚至放弃台湾复兴，也德国复兴，甲家乡都是彻底。 阮剧团伫咧台顶本来是改编台湾文学家陈思宏的小说《鬼地方》，故事就发生伫咧中华演战，讲到男主角陈天龙出嫁了后，等于伊上讨厌的故乡演战，一个充满家族伤痕、重男轻女的鬼地方。 陈思宏伊是演战来，所以这回伊的小说是写演战的故事。但是演战其实有一个影响咱真多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讲咱台湾的做丧的吼，伊有一个民俗的仪式，或者人老。所以阮这头是交演战的吼，人老师傅合作。另外一出戏小说是阮剧团的原创音乐剧场，导演来自家己。伊讲随着都市的发展，真侪细项记忆的物件豆豆消失，亲像铁枝路、龙凤厝等等。阮剧团也邀请高雄的剧团、前提做伙合作。 透过音乐带动剧情，呈现都市发展和生活的改变，来表达因对土地的爱。今年2025年，嘉义市有将近50年历史的7座平交道、4座铁路地下道、4座路桥，将会在接下来的半年里面尽数拆除。 家己的阮剧团，伊拍拼用台语戏剧来演台湾的故事，反正台语是因的坚持。阮剧团打算对7月18开始推出来策音风暴的剧场计划，要用4出好戏伫台北演1个月。我觉得台语它是非常美的啦，在我们台语早期的台语政策是不准讲台语的。那经过文学，经过这样子的戏剧，试着把自己最 local 的东西。 把它变成最国际了哈。另外，阮剧团也设立青少年规划专场，文化部也鼓励青少年使用文化币。文化部表示，为着要推出台语主流化，去年拢总有补助79个表演艺术团体，阮剧团嘛是其中一个。文化部希望透过戏剧引起青少年对台语的兴趣。记者陈选林秋凯台北报道。